你好，我是龚吉，欢迎收看成大医院电视健康讲座。近年来上健身房好像成为一种流行时尚哦，所以常常听到某某人说啊，我刚开始健身几个月，肌肉长了几公斤，那体脂又掉了几趴，好像练了几个月之后呢，体态就很明显的差别哦。当然，梦想大家想要增加肌肉、减少脂肪，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办得到？很多人以为呢，重训就是长肌肉，有氧就是减脂等等哦。那到底正不正确？我们透过这一期的节目都要好好来了解。那在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成大医院王文兴营养师，我们有请营养师先跟观众问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成大医院的营养师王文兴。好，欢迎营养师哦。营养师的这个专长就是运动营养哈。那可能最近也是在算是旭日东升的一个产业哦。那我想观众朋友有福了哦。那我刚刚开场有提到，现代人常常上这健身房，希望保持好的身材，当然也是为了健康多运动哦。不过我们怎么样决定自己是不是需要增重啊、减重，还是要增肌减脂哦？怎么样去衡量？一开始请营养师从这个标准体重来说起。谢谢主持人。那刚开始的话，我们最简单的方式来去评估一个人需要增重还是减重，其实就是用 BMI 是最简单的。那 BMI 的算法呢，是用体重去除以身高的平方。那这边的身高要注意是用公尺，就是以假设一个60公斤的人来说，他如果是150公分，那就是用60除以1.5再除以1.5，那可以算出来一个 BMI 的数值。那这个数值呢，在18.5到24之间都是正常的。那如果有太多或太少的话，就是我们会去评估是否需要减重或是增重这样子。那我想提到这个 BMI 值哈，那有些人就是就是维持这个体态的一个关键，好像不是减重，而是要减低这个标准的体脂哦。那因为有些人明明是标准体重，但是好像却是他体脂破表，就俗称的胖瘦子或者是泡芙人哦。是。那这个营养师什么叫做标准的体脂呢？OK， 那其实在，体脂的部分，这边可以看到哈，在男性会比女性稍微低一点点。男性的体脂标准呢，会是在15到25%，那女性的话会是在20%到30%。那我们常常在遇到一些有健身习惯的人，他们可能运动了一段时间，会发现说体重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很多人都说我看起来变瘦了，那也有可能就是说身体的体脂是慢慢在减少，肌肉有增加的状况，其实你也会发现到一个体态上的改变。OK， 那刚刚提到这个 BMI 的数值哦，有没有对哪些族群有比较不适合去衡量？如果是在一些运动员或者是他的肌肉量比较大的比较高的人呢，会发现到说他们的体重可能BMI 会稍微超标，但是其实他们还是健康的，因为肌肉的这个重量会比脂肪来得重。所以我们会希望是说，如果你是一个运动员或是长期在健身的人来讲 ，BMI 是参考就可以了。是，对，因为刚刚好像发现这个 BMI 的缺点是不能够区分这个体重是来自脂肪或是来自于其他肌肉成分哦，所以我们会采用一种去脂体重的算法嘛。没错。那去脂体重的意思就是说，去掉脂肪以后呢，我们身体就剩下骨骼、还有水分以及肌肉的重量。那基本上看这个去脂体重的话呢，可以用来去观察到我们基础代谢率的一个变化。我们会发现到说，去脂体重比较多的人，肌肉量比较多的人，其实他的基础代谢率是相对会比较高的。那如果先顺带提一下，造成这个体脂过高的原因大概是怎么样？其实体脂过高很多的原因啦。第一个，如果活动量不足，或者是进食的部分，就是吃的部分比较高油脂一点，或者是热量吃的很多，基本上都还是很容易会造成体脂过高。如果不当减重，是不是也容易造成反而是？不当减重的话，会去影响到我们肌肉的流失，所以有可能在肌肉流失过多的话，其实体脂没有减少太多，那有可能体脂率还是居高不下这样。我想刚刚提到这个，现在国民这个健康的意识抬头，特别对这个三高或者是对这个肥胖都很在意哦。那当这个内在脂肪很多，更是非常担心哦。所以现在都用那种所谓的体脂计来检测身体的一些相关指数哦。那一旦我们需要这个增重或减重的时候，怎么样这个
增减的速度才是一个适当的。OK， 其实增重跟减重都有一个适当的一个速度。比如说增重如果太快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增加的肌肉并不会全部都是增加在肌肉，因为蛋白质合成的速率是一定的。所以很多时候你如果增重的太快，也是会造成很多是脂肪的增加，体脂的增加。所以一般建议增重的这个速度是每个礼拜0.2到1公斤。好，那如果像是减重来说也是一样，很多人会希望是有得到一个快速的减重。那其实在我们快速减重的情况下，就是有可能你的热量极度的不足，那肌肉也会跟着流失，因为它需要拿出来当做能量。所以你当然会不希望你减到太多的肌肉，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会建议说每个礼拜其实减0.5到1公斤，或者是用你的体重下去算，用体重乘以1.5%，这也是可以。那这样的速度呢，会是比较 OK 的。那如果减的速度在这个范围内，之后也比较不会有复胖的这个问题。好，那这个是所谓的男女适用吗？是的，这是男女适用的。OK。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针对这个增加肌肉的时候，在饮食要特别注意哪些事情？我们先来谈谈这个在热量上怎么安排。其实因为在热量的部分呢，我们包含了3个部分，一个是基础代谢，还有活动的消耗，以及我们就是摄食产热这3个部分。那可以看到最主要的其实还是来自于基础代谢。那基础代谢率呢，在没有运动的人会比较低。如果开始运动以后，其实随着肌肉量增加，基础代谢率也会跟着增加。那另外就是在运动的时候，我们一定这个活动消耗的热量也会跟着增加。所以在评估热量的部分呢，我们主要会用这个基础代谢率再加上这个活动的消耗。那这个公式的话，其实网络上也是都可以查得到。只是说，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自己确切需要多少的热量，那可能来门诊的部分呢，咨询营养师也是一个不错的。好，那我提到这个所谓的热量消耗，不得不提到这个基础代谢率，跟观众朋友稍微说明一下。基础代谢率代表就是说，一个人他在都完全静止不动的情况下，我们要维持这些身体器官的运作，就会需要的热量。所以这个部分是基本上不太容易变动的。对。那大概会随着什么原因来增加或是减低呢？其实它会随着我们的性别啦，性别就是一个因子，那还有就是年龄，另外还有就是在肌肉量的部分也会受到一些影响。荷尔蒙会不会影响到？荷尔蒙这部分比较难去评估。OK， 好。对。那当然，除了刚刚提到这个比较在这个休息安静的时候，我们这个最低的热量消耗基础代谢，那另外这个热量消耗还包括哪一些？热量消耗还包括就是像刚刚讲到活动的消耗，那这样像你做的运动的时间长度啊，或者是强度，都会去影响到这个活动的消耗量。是。所以有运动跟没运动那个消耗量的程度是依照那个运动的强度来区分嘛，对不对？大概是这样。强度跟时间都会有所影响。比如说我今天做一个比较激烈的运动，它可能1个小时就可以消耗掉200卡。那有些可能比较轻的运动，可能就只是走路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对。好了，我们提到这个所谓的长肌肉后，就一定要吃蛋白质那相关摄取量要怎么样吃？要请营养师跟我们说明。好的，那其实，在增肌的部分要特别注意到，就是我这边有提到3个，就是在蛋白质补充的小技巧。第一个是量要达标，那第2个就是最好可以平均分配，那第3个是运动后要补充。那先讲第一个，就是达标的部分。达标的部分，因为其实目前蛋白质的需要量会是以每个人的体重、身体的体重下去乘以一个数值。那在没有运动的人呢，我们会建议乘以0.8到1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一个60公斤的人，他每天的蛋白质需要量大概就60公克。那如果要换算成就是要吃多少的肉啊，多少蛋白质的食物，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像我手上这盘的是一个鸡胸肉，那这个鸡胸肉的大小呢，我们叫做1份的豆鱼蛋肉类的大小，大概就是1两。那这样子的肉类的量呢，像如果你在没运动的情况下，一天只要吃这样子6份就可以了。哇，6份而已。对，那其实很容易达到。对。那如果你今天吃的是其他像是虾子的话，这边大概是三只，对，这样子的量。那如果今天是素食的人，可能他们会需要是像豆制品，那豆制品的像这个豆腐这样1块也是1份的意思，对。
那如果今天是开始做了一些运动，是为了要增肌，可能会做一些重量训练嘛。对。那重量训练的话，我们可能可以增加到每公斤乘以1.4到1.6克的这个蛋白质。那如果换算下来的话，豆鱼蛋肉类的量可以增加到一天可以吃10份。那10份的话，你可能就必须说一餐的这个豆鱼蛋肉类呢，这样子需要吃到2到3份，或者是中间再补充一些像豆浆啊、鲜奶啊这些高蛋白的食物来当做点心补充，才有比较有办法达到这样子的分量。所以要增加肌肉的前提就是一定要重训，对吗？这样简单说。重训当然是一个可以促进肌肉变大的这个部分。对。OK。好，那提到这个运动中这个可能我们要增肌的时候，可能有人提到说一餐是不是可以当成2餐吃，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吗？想要增肌的情况下，很多人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吃不到那个量，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我们增肌的时候其实要先达到就是我们热量的需求一定要先达到。那很多人吃不到的情况下，可能会需要分造很多餐，这样是比较容易可以达到的。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运动大概至少2个小时之内一定要补充所谓的蛋白质跟糖类，那甚至30分钟之内就要立即来补充，这个概念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其实2个小时内吃的话，还是都会有好处啦。那有没有说越快吃越好？不一定。对。但是2个小时内吃是没有错的。那如果可以的话，吃一些有含糖类跟蛋白质的食物一起吃，是会比单纯吃蛋白质来得更好。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糖类其实它可以去促进胰岛素的分泌。那胰岛素它是一个帮助合成的荷尔蒙，所以它在有分泌的情况下，可以去抑制这个肌肉的分解，那促进它合成。所以我们在增肌的效果来说会来得更好。好，那我想说，一开始我们也提到说有讲那么多的原理跟数值哈，那还是要多一点具体的示范哈。那如果特别我们3餐都是老师在外的人，那我们怎么样去这个增加肌肉？那外食要怎么样去选择 ？OK， 其实，在增肌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的热量一定要先足够。所以在3餐的选择上呢，一定要有足够的糖类跟蛋白质。所以像我这边有拍2张图哈，就是第一个是我们在台南很常吃到的牛肉汤、白饭跟一个青菜这样的搭配，其实重点就是要均衡，然后量要足够。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搭配呢，有足够的糖类啊，还有足够的好的蛋白质，那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搭配。那很多人可能会开始健身以后，只敢吃鸡胸肉，只敢吃一些低脂餐，但是其实在一般的食物选择上，如果你去稍微挑，不要太过高油脂，然后又是均衡的，其实在增肌的部分都是很好的选择。对。或比如说像我右边这边有提到，有拍摄一个就是在面摊，我们可能可以吃1碗面，但是面只有糖类来源嘛，那我们会想说，那要怎么去增加蛋白质？你就可以再点一个馄饨汤，或者是再多叫一盘豆干，再配一点青菜，这样子的搭配上，整个均衡加上蛋白质足够的情况下，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增肌的餐点了。但是就不要太油就对了。对，没错。好。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想要瘦得漂亮哈，都会想要增肌减脂，但好像刚开始规律运动的人才可以同时享有这样的福利哦。因为就我所知道，这个增肌跟减脂这2个是不一样的一个事情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减脂哦，特别在饮食上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很难2个同时做到，就是增肌跟减脂同时做到，因为其实的确增肌的情况就是我们要先吃得足够才有办法增肌。但是有些人他刚开始运动，他可能他原本的肌肉量很少，但是他刚开始运动以后，他的肌肉量还是可以慢慢增加的。那在他吃不够的情况下，他其实体脂还是会慢慢的下降。对。那在减脂的部分，其实还是有一个重点是要先吃的比消耗量来得少。你的热量不够的情况下，你的脂肪才会被分解。所以说，在这边要提到就是减脂要先做好2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热量的摄取量要小于你的消耗量。第二个就是说，蛋白质还是必须吃足够，因为你希望可以维持你身体的肌肉量，所以蛋白质还是不能太少。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油脂的部分不要太多，因为尽量的减少，因为其实油脂是一个很大部分的热量的来源。控制这饮食，我想应该是减脂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大家想吃什么，去哪边吃哈？我不知道怎么样吃呢，都要上网找哈。那针对这个减少体脂的饮食一堆哈，那我们怎么样去做选择？
这边我有提到，就是说目前用来减脂的饮食啊，其实蛮多种的。比如说像我今天看到超低热量的饮食啊，或者是你少吃一餐的饮食，或者是低糖饮食、低油饮食，或是高蛋白饮食，其实都有助于减少你一整天的热量摄取，所以都可以达到就是减脂的这个效果。但是在超低热量的饮食这边呢，会发现说，体脂减得很快，但是相对来讲，也可能会在肌肉量的减少也会跟着流失，这样子，对，肌肉也会跟着流失，所以这边会希望是说，在减脂的速度呢，也是要适当，所以会是以下面的低糖饮食、低油饮食以及高蛋白饮食等等下去做调整。那会是希望以个人的一个饮食习惯下去做搭配。比较不建议就是说，其实我原本是很喜欢吃糖类的食物，那我一下子要跳到低糖饮食，可能就会很困难。是，对。你这边提到这个超低热量饮食，每天这样算是要少掉1700大卡，算是很夸张哦。对，其实很多人在想要很快速减重的时候，可能一整天都只吃水果啊，或者是说一整天都只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它的确可以达到热量减少很多的情况，但是这个饮食长期下来一定会伴随着就是肌肉的流失。所以说第二个所谓不吃午餐的饮食也是要特别注意哈。如果是不吃午餐饮食，这边可以发现到它其实一整周减少的热量并没有很多，而且减少的体脂也蛮少的。那是因为其实会发现很多人少吃一餐会在另外一餐弥补回来。对，所以这个方式也是不建议，然后这个方式因人而异，有些人会很容易在其他餐吃得更多，所以反而是没有那么好的效果。OK， 对。那所以低糖饮食跟低油的饮食这两个，好像对减重或是减脂来讲，好像差不多，效果是差不多的嘛？其实过去研究看起来是没有差异太大的，对，只要是达到热量上的一个减少，其实减脂都还是会有效果的。我们谈一下这个运动之后一定非常的饥饿哈。那刚刚提过的重训2个小时之内要吃这个糖类跟蛋白质同时来补充，可以增加肌肉。但如果是减重减脂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吃？其实减脂一样，如果是你今天也是有做运动的话，你还是可以在运动后做一个好的补充，去维持肌肉。只是说减脂的重点会更是在一整天的这个热量的摄取量不要太多，要控制一整天的热量。所以在选择食物上呢，如以外食来讲，可能会更困难，因为大部分的外食的油脂的部分会稍微比较高。所以如果假设我今天去外面吃，那我可能希望我少一点热量，我的饭吃了一半而已。那我还是觉得很饥饿，吃不饱，那可能就会需要，比如说像这边我们有一个多点一个番茄蛋花汤啊，那这样子的一个食物，它可能热量是比较低的，那是用水分来去填饱你的肚子，或者是说多吃一些蔬菜，多点一些蔬菜的部分来去增加饱足感，那或者是说如果是以很多人喜欢在超商买食物的话，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这个食物里面的脂肪的量。通常脂肪量高的食物呢，热量通常都还是会比较高，比如说一些饼干啦，或者是一些面包类的，其实它可能吃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饱足感，而且算是比较空热量的食物。那它里面的脂肪量呢，通常都比较高，但是吃起来并没有很有饱足感。是，那多摄取一些，比如说纤维质的一个食物也是非常重要的。没错，没错。有没有大概哪些建议？如果是以高纤的食物来讲的话，比如说像是一些小地瓜啦，或者是像是一些水果，香蕉啦等等，这个都很适合在假设我今天是在减脂期，可是我想要去运动之前，我稍微其实已经肚子很饿了，那我可能会担心我等一下运动是没有力气的，那我去补充这些有含糖类的食物，而且是会比较有饱足感食物的情况下，我会让我在运动的状况更好。如果是在一个饥饿的状况去运动的话，可能会没有力气，那你其实消耗掉的热量也不够多。对。除了控制饮食来减脂之外，那运动上面选择也是非常重要。OK， 在减脂的时候啊，其实还是会比较推荐大家是以有氧运动为主。对，因为其实有氧运动时间如果拉到30到60分钟来讲的话，它的热量消耗量是比较多的，而且在一个中强度的有氧运动的情况下，其实是会比较多用脂肪来当做我们的热量来源。跟相对高强度的运动比起来，高强度的运动比较多用的是糖类。
对，所以我们其实在减脂期会比较推荐做的是有氧的运动，那但是还是会建议说1个礼拜可以做个2到3次的重量训练，来去维持这个肌肉的量。那维持肌肉量的好处就是在基础代谢率还是可以维持比较好的。那怎么样去做搭配？比如说这两个怎么互相去搭配？其实看人，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当然是可以到天天做运动。那比如说我可能其中3天是做有氧，那其中2到3天是做重训这样子，还是然后再安排一个休息的这样子。对，所以有氧就是增加它所谓的心肺的一个功能嘛，对。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建议的，像做瑜伽嘛，或者做如果要做到有氧运动消耗比较大的，可能比如说慢跑啦，或者是骑脚踏车啦，这种时间上你可以拉得比较长的话，可能热量消耗可以比较多。那现在也有蛮流行的一些比如说像是拳击啊，这些都是有氧舞蹈也都可以。对。你现在市面上很流行一个叫做低 GI 的饮食法，这个部分医生有没有特别建议？如果是低 GI 饮食的话，其实它是属于让血糖可以维持一个比较恒定的一个饮食，所以可能在减脂期的话，如果你吃比较多的低 GI 的饮食，你血糖比较波动比较没那么大，那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饥饿感，这也是还不错的一个饮食。好，刚刚谈到这个增肌的时候，也有提到说应该外食怎么选择哈，那刚刚要减脂的时候，营养师有特别提醒，可能在外食族上面比较难去找到那些营养的标示或者之类，比较难选择哈。那目前在我们刚刚所谓的运动营养的领域上面，应该算是比较已经旭日东升哈。那在国内的部分，目前的运用状况大概怎么样？其实，在目前运动营养，你可以应用在一般人他在健身啦，或者他自己在工作之余的运动呢，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有跑马拉松的一个习惯啦等等，这些其实都可以用得到。那在运动员就更不用说，其实对他们来讲，营养的这个介入是非常重要，它可以影响到他的运动表现，也可能会去影响到他整个训练的疲劳等等的。对，所以以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如果在一般人或者是运动员对于这个运动营养有任何的一些问题呢，其实也都可以来找营养师一起讨论。对，现在很多人觉得说去医院就是要挂就要挂号要看病什么，这些针对运动营养这部分，在营养这个门诊上面也会做很好的一个咨询，那大家可以多多运用哦。那我想运动之后应该吃的所谓的营养的组合哦，就是应该考虑不同的类型跟不同的强度哦。营养师有没有特别的建议？其实如果是在一个运动强度比较大的运动的话呢，我们会去做比较多的补充。那当然还有去考量到，比如说他运动的时间。基本上，如果你的运动时间是很短的，其实可能去做补充这部分就比较没那么多的需要。对，所以可能要达到，比如说你的运动训练量其实有到1个小时左右。那运动强度够的话，我们就会特别去在营养的部分会提醒你要去做一些补充。对。刚刚提到，不管是低脂啊，或者是说比较低糖饮食的部分，有没有特别说哪一些的分量上面要怎么去建议的？如果像是以低脂饮食，就当然我们会尽量是希望是说，在烹调上少油的烹调为主。所以说，比如说像是自己煮的话，你可能在肉类啊、青菜啊，你可能就是会有几样尽量选择水煮的。或者是比如说肉用烤的，那这样的烹调方式就是会是比较低油一些。对，那如果是在外食的话，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像是我如果在吃面条的时候，我可能选择汤面会比选干面来的少油，因为我汤面如果不喝汤，其实那个油脂的摄取就会比较少一些。对，那或者是你在外食选择上，你可能就必须避免掉一些比如说像是牛排啦这种就是很高油的食物，那这也是在选择的时候可能外食需要稍微避免掉的一些食物，这样。对。那低糖饮食的部分呢？其实很多人会觉得相对起来执行很容易，就是我就少吃饭，但是很多人会忽略掉，可能他吃的水果也是算糖类。对啊，对，是，对。所以一般人不要就是正常吃，其实就是应该是平衡均衡来吃，其实就是算是一个很正确的饮食方式的哈。对。因为现在很多健身房都用所谓的 InBody 这样的来测试哦。这个算是正确吗？其实 InBody 是来测体组成一个很好的身体组成一个很好的工具。对。那但是要特别注意，就是你在测量 InBody 的情况呢，是最好是要空腹。
对，那早上空腹还没有进食，然后排尿后去测量会是比较准的，因为其实一旦进食或是喝水以后，它的 InBody 的数值都会受到影响。OK， 所以其实一般民众现在很方便哦，不管测什么，去健身房好像都有很专业的仪器哈。好，那我想今天我们谈这么多增加肌肉跟这个减少脂肪的观念跟具体的建议哈。那不管是这个饮食啊或者运动，我想很重要就是要持之以恒，不要怕麻烦哈。那我想医师最后我们做一些提醒，在相关的重点上面，对。今天的重点呢，还是第一个是要觉得热量还是最重要的，热量还是决定你能够增肌或者减脂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对，那第二个就是说，增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糖类跟蛋白质都要吃得足够。那蛋白质最好是可以平均分配的吃，不要是集中在某一餐啊。那再来就是运动后的这个补充，可以让你的肌肉的增加会更好。对，那在减脂的部分呢，就是一定要记得吃的量要稍微要减少。那蛋白质足够的情况下，油脂一定要注意不要摄取太多高油脂的食物，因为这些食物可能看不出来热量很高，但是其实油脂它在里面的部分就会让你的热量增加许多。好，那再来就是要靠运动去增加这个消耗，才有办法达到这个热量低于我们的这个消耗量的这个状况。对，就是说不管是饮食或运动，我想只要一步一步会达到您所谓的理想中的体态哦。刚刚营养师提到，任何运动啊、健身上面的问题，也可以到成大医院营养门诊来咨询哦。那今天非常感谢营养师的分享，祝大家平安喜乐，我们再会。